誰懂得珍惜，誰一手摧毀，誰慢慢地學會種種攻心計，誰有了智慧，還要去控制，拼命與世人角力，最終偏狠狠跌低。人家的東西無法去佔有，3歲般公園中爭皮球，而屬於他的我都不要，期望去擁有。貧窮與富貴都不緊要，耀眼的不需要拿來拼命炫耀，人存在世上多麼渺小，蠢得到為半筋斗折腰，為了慾望困擾，何用你去當獎品頒給我就要，未到手的我從來未要。儘管你去笑，我都不曾後要，誰計較你共我爭多少？我舉個例啊，西班牙嘅bilbao本嚟係一個唔起眼嘅小鎮，每年旅客嘅人次大概係40萬左右，但係自從佢起咗博物館高近亭之後咧，第一年遊客嘅人數已經超過150萬。我夠膽講，清水灣項目一樣得。真係可以改變世界嘅。貧窮與富貴都不緊要，耀眼的不需要拿來拼命炫耀，人存在世上多麼渺小，蠢得到為半筋斗折腰，為了慾望困擾，何用你去當獎品頒給我就要，沒有的我從來未要，儘管你去笑，我都不曾求饒，誰計較你共我爭多少？誰懂得珍惜，誰一手摧毀，誰慢慢地學會種種攻心計，誰有了智慧，還要去控制，你別說世人幾時要貪，必須貪到底，人家的東西無法去佔有，不再想誰共誰還搏鬥，而屬於他的我都不要，期望去擁有。我好相信。建築真係可以改變呢個世界。多謝。